上帝是阮的快乐，恁着大声学乐伊，着出欢喜的声学乐雅各的上帝，着唱诗歌，摇铃人鼓，弹好听的琴甲瑟。咱即时要来唱诗歌，圣诗254，着学乐主上帝，对天顶学乐伊。正使者着一切甲天君同吟诗，伫天发光，日月星辰，拢着学乐伊名无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上帝，对天顶学乐伊，正使听着一切甲天君同吟诗，日天发光，日月星辰，拢着因为上帝出嘴，万物拢受创造，伊要永远庆祝伊有定一切真免大喜，为甲分无变化，树木所结果子，山顶所有花草，野兽飞鸟，真是通拖。拢着我乐伊名无衰，世上君王万民，一切贵族官场，青年男女生儿，大细男女都有。拢着对主学乐称赞，因为主名尊贵无互伊不离真心，阳光伴过天地，因我献起。算命，何以称赞无悔？一生的主的行义，领着对主同吟诗。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坚固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定是第4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弘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要来交托启应文。伫个51篇
显着时，我来读，恁来客。上主安尼讲，我靠为死的人会溃烂。心离开上主，这款人就受咒诅。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的咸地。因为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福气到的时看袂到。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迄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树栽伫水边，滚旋到溪边，炎热到也无惊。叶悠然青翠，抗旱的年拢无化露。照常结果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小会公告，因应本土疫情，请遵守政府规定防疫相关的政策。伫厝防疫的兄弟请咱利用 YouTube 来收看主日礼拜直播。第2小点，本会征聘2位专职的同工公告如下：A. 陈立文团队，伊是恩惠神学院来毕业的，伊要担任咱本会社青牧区的区牧，任期对2022年到9月1日起，试用期是4个月。B. 伊姓杨弟兄，伊是高雄科技大学来毕业，伊要担任清风敬拜中心的干事，任期对2022年9月1日起，试用期同款是4个月。第2点，本会2021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对开始接受申请凡依照规定的。咱来申请，若有符合标准的请伫下主日9月11日前来提出申请。9月15日拜四暗时8点，要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核。本会伫9月18日要来颁发奖励金。第3点，9月16拜五暗时6点30分到9点30分。9月17日拜六上午8点半。到暗时9点半，伫敬拜中心要举办全人更新营，对象是咱本会已经受洗的会员，门道学校定期学员必修的功课吼，咱费用是500块，请伫本主日前来办公室来报名。第4点。9月初10星期六是中秋假期，本会办公室休假1天。9月初9拜五正常上班，敬请兄弟来留意。第5点，9月份定期中职会因为咱的陈牧师伊带教会宣教队去到伫平湖要协助宣教大会，敬请咱来带导将要演伫下主日9月11。下午4点半要来召开中职会，敬请各位中职同工、单位首长出席参加。第6点，下周主日9月11是论坛部主日该社有车摆田中信社长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有备心来奉献甲带导。本会定伫9月18日下晡3点半3点举行幸福小组启动会，地点伫咱的主堂，敬请全体区长、小组长、甲幸福副长、甲同工一定爱来出席参加。为着要有备餐点请咱伫下主日9月11日前来各牧区的区长来报名。第8点。本会2022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要伫10月初7拜五起来举办详细内容请咱来看咱周报内面的页页吼。欢迎兄弟伫9月25日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9点，本会庆祝70周年系列活动感恩礼拜
感恩餐会时间伫个10月15日拜六上午10点，地点要伫个林皇宫费用200块，请到办公室来咱的陈佩芬干事来报名参加，敬请小组长来协助组员来报名。要坐同一队的爱有10个人。请咱做伙来报名，以便安排座位。当天参加的本会要赠送70周年的纪念品甲见证集。具体消息第1点，咱请王牧师。两兄姊大家平安。而且咧讲到咱整礼拜透早5点外，咱应听林贤牧师王主文调。因为礼拜透早发生的吼，所以袂有牵周报。伫昨举行个别礼拜，咱为着遗族来祈祷，求主继续安慰扶持。林贤牧师的囡仔到咱中间。来，请起立吼。咱为着因来祈祷毋望咱三甲扶持帮赞。好，请坐。第2点，我来补充报告。第2是赞美操，因要带来伫9月17到10月22，每礼拜六早起时9点加12点，来举办高雄区第1级的政治师资培训，地点伫个富堂，费用1000块。教会有补助，依照规定来申请。爱交2寸的相片，欢迎兄弟伫9月7日拜事前来咱的杨丽萍团长，是去办公室来报名参加，拢会使。交界消息，咱有缘要请王牧师。伫咱本会咧聚会咧，李家伟兄弟伊的爸爸李龙进兄弟，伫9月7日透早9点半，王主文调，要伫9月13台中殡仪馆来举行纳管会话个别礼拜。咱为着李家伟兄弟甲伊的亲属。因的人来祈祷。第2项就是咱高雄中华青少年部要伫9月7日上午9点到中昼12点半，要举行青少年保龄球比赛，地点伫超越极限的保龄球馆，报名费100块。咱若要会使报个人伫团体，伫今日本日。主日进前，咱办公室来报名。第2，咱高雄中华传道部要伫工商教会举办迈518宣告10年的宣告大会，名额400名。请咱教牧中级区长、小组长甲兄弟姊妹来报名。而且即届的传道部办宣告大会，伫这活动中间有比赛。第1项比赛就是中级出席的比率。中级出席的比率，比如讲10个，你出席9个，比率真悬，前3名有奖励。第2项就是兄弟姊妹信徒，咱的兄弟出席率，也是一个比赛，毋望咱三甲参与伫咱的右上角，咱高雄中华的宣告大会。第3项，咱高雄中华教社部要伫9月25。下晡2点半到5点，伫家庭举办幸福海岸的净滩活动。即个净滩呢，对我做教社部长之前，就几啊任部长一直咧做这净滩的活动。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吼。毋望通过咱的行动来显出咱疼即个土地，甲疼台湾。第2，10月7日上午8点半到中昼12点。有急难救助的训练，地点游园是家庭这个所在伫家庭教会，费用100块。请咱伫9月12日之前，办公室报名。伊个急难救助有一个真好的优点，就是你若拄着人急心情也是身体出现任何需要急救的情形的时候，会教你讲安怎做 CPR， 甚至。帮你教你安怎做 AED 就是迄个电击心脏按摩电击的训练。这上好莫用着，
啊，就是用的时阵，甲你教哦，你会知影哦，要安做 CPE 吼，要安做人工呼吸啦吼。毋茫啊，咱即个真好、真有帮衬的活动，咱兄弟3工来照顾，多谢。现在这边，小弟这时呢报告咱头拄仔吼消息，这个第9项吼，拜托咱PPT 甲咱的消息第9项。今年咱对年初到这点，咱拢一直咧讲，咱教会今年开始进入的这个70周年。那么伫这个70周年的庆典呢，咱有一个联合的礼拜。因为呢，咱教会呢，若照咱的整个的这个会友数吼，登记在案的啦吼，有入会籍的大概1100外人啦吼。其中呢，这个有无咧聚会吼，较少聚会较少来呢，大概伫咧300-400人左右，迄个400几个人，迄个左右的当中。所以，咱教会70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呢，无论是伫主堂或者是敬拜中心，咱拢无法度坐落吼。迄个时阵呢，中聚会嘛是咧考虑讲，是毋是伫敬拜中心甲迄条街封起来申请路权，伫迄个所在来办。咱70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后来呢，嘛感觉讲安尼嘛真条件嘛真无介好吼。尾啊，咱伫灵皇宫的所在，咱年初咱就决定啦吼，咱定100地道吼，咱定100地道。前礼拜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主任牧师有指示大家参详，要有减到剩70地，所以呢，70周年呢70地道。那么70地道这个人呢，需要咱兄弟姊妹开始爱报名哈，开始爱报名。咱这个报名呢，咱迄天70周年就是10月15拜六上午10点，伫灵皇宫的这个所在哈，还是一个真水，气氛真好，场地音响灯光冷气真舒适的一个场地。咱要伫迄个所在来举办70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那么这需要报名，需要报名。那么报名费呢，兄弟姊妹只有收200块200块。假使你规家伙要参与，那么你就伫干事实的时阵，迄张报名单，你10个人写做伙，这10个人就甲你安排伫同一地道。咱大起先是感恩礼拜，后来咱的所有的这个餐会，咱就伫迄个当中所以因为后个月。第2礼拜拜六，咱就要来做这个庆祝的感恩礼拜所以这点希望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或者是咱线顶的兄弟姊妹，这是咱教会的大事。只要你是咱友商教会一员小会甲中聚会拢希望咱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参加这场的这个聚会因为搁再来70年，你我。可能拢无一只你我可能拢无一只，所以呢咱一定爱把踊跃参与70周年的感恩礼拜，多谢。这是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语。今仔日的经节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为16节到21节，搁有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6节。很着的是，我来读，你来看。16节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要产房，伊的产房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当要怎样搁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册窗，起予较大的，就我的五角甲财物拢要囤伫遐，也要互我的灵魂讲，灵魂你有侪财米积聚，做侪年的路用，通清闲啉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甚物人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的面前无好嘢的，也是安尼。搁有另外一篇伫个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6节，有一个妇人穿紫色幼地布的
的衣裳，逐日车花宴乐。阁有一个乞者猎杀路，骗身生疼。人下伫伊妇人的大门口，爱将妇人倒骹所加勒的来毒饱，狗也来生伊生疼的所在。送向人死，予天使赋予到阿伯拉罕的刑情，妇人也死，煞埋葬。伫阴间痛苦的中间，夜目远远看见阿伯拉罕搁猎杀路，伊伫伊的刑情，就叫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找猎杀路用伊的指头仔尾来温水凉我的子。因为我伫遮火焰中真凄惨。若是阿伯拉罕讲，囝着记得你在生的时享受你的福气，猎杀路受着艰苦，等伊伫遮得到安慰，也你受凄惨。毋若安尼，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地，地教要对遮过去，伫恁遐。袂话到，对遐过来，阮遮也袂话。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囡仔尊坦，并遵行伊话语的人。学了，咱要请上联圣乐队。咱即时要请安牧师来分享信息。安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两位财主的性命启示，两位财主的性命启示。两位同事、两位兄姊妹，大家平安。其实伫台北
应该讲两个妇人生命的启示吼，圣经是妇人啊，好野人吼。那看到这个题目，那第一想讲哇，牧师要讲到两个妇人生命的启示，是要甲我讲要安怎赚大钱好野起来吼？无啦，赚大钱好野，迄毋是我爱教的啦，迄是你平常时啊吼，去问一个累积的欠钱的啦吼。总是咱看到圣经内底讲到两个妇人，特别今日经文啊较长，讲到两个妇人伊的生命，因终局的结果。伊圣经内底咧讲，伊路加福音书啊第12章16节到18节，咱看 PPT 哈。有一个妇人，伊的产能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来通顿我的土产，但要怎样？佮讲我要安怎做？要拆我的职场去较大的，就我的五角甲财物拢要下伫遐。然后这，伫这经文中间，咱会看到啥物？迄当时的妇人，伊的财务，伊的标准是啥物？伊真侪产能。古早人。特别咱台湾过去吼，讲到迄蒙族啊妇人，伊的土地嘛真济。过去的土地济是安怎？济就会当种植真济农作物，种植济收成济。伊收成的这五角，这个农作物，就当卖出去，啊来变换现金，啊伊的财库愈来愈济吼。无过真现主是。你若讲一个妇人，伊的指标是啥物？伊的土地济，但伊的土地济目的，毋是要种植真济的农作物有好的收成，卖出好的价钱。这个妇人，伊的指标土地济，就会让插地皮无？啊，插地皮就会让啊赚真济。所以你看真济财团好无？看一个地真大真水，吼不。用真济代价，把迄地买起来，要创啊，饲地啊，养地，啊，等到好价钱啊呐，甲害出去，卖出去，会当啊，赚几6倍的这中间的价值。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圣经甲咱讲，这个妇人伊的产能真济，伊有好收成，代表这个人伊的财富啊呐。是不断的增加啦，今年收成7啊1000吨，明年的收成73000吨，哇！迄个财物呢，伊的五角，伊的农作物丰收，迄个数额愈来愈济，啊，愈来愈济代表哪？伊卖出的金钱赚的当然愈济啊，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代表这个。妇人伊的财富不断的累积，就是想讲啊，足好个啊！我财富累积吼，安尼吼，不断累积吼，毋知有偌好个。总是了解，你看到这经传，这个妇人伊产能丰收，靠啥物毋对？人嘛爱好嘢，送爱善，毋对。啊，这妇人。伊也无用啥物无正当的手段去偷去抢，有啥物毋对？伊的农作物好的收成，当然收成了，伊的仓库，伊的即个要放农作物即个建筑物上细间，伊当然为着伊的农作物要放地来设想啊，我靠，有啥物毋对？无毋对。不过伊圣经内底咱看到，路加福音书里讲到。伊家己心内想，我无所在来通顿我的这土产，打要怎样？所以咱看到，这个妇人伊第一个想着讲，伊这农作物无所在通下，无所在通顿，啊要怎样？有影？你的七收成啊，你放无落啊？当然你要找一个所在来放啊，你无可能讲七收成了，这个柑收成了，放伫外口。记载伊烂，记载伊7不价啊！你一定爱找一个所在收成，有无毋对？
每一个人，伊有好的修行，伊一定会找所在来藏，这是正常的，这嘛合理的。就是咱看到，当时的农业社会，因有一个观念，特别犹太人有一个观念，讲这妇人伊有责任来照顾遐送养的人，所以讲社会责任嘛。所以你看到真侪企业家无，某一个时阵伊会做善事，做慈善的事，去帮助送养人。第一，伊会让帮助伊来减税；第二，伊做这好事，伊会让有好的企业的形象；第三，有一个观念，用之于社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咱伫圣经中间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9章，讲有一个少年的妇人，少年的财主问耶稣讲：“我要安怎得到永远活？”一开始，耶稣甲这个少年的妇人讲：“总是你若要入我，就守这个诫命。”这个少年的妇人回应耶稣讲：“有啊，我对细汉就开始遵守迄个诫命，唔通杀人，唔通讲偷窃，唔通讲白贼。哇，我这诫命拢守啊啦！”最后，主耶稣甲这个少年的妇人讲啥？你若爱做完全，就去卖你所有的来互送养人。耶稣对这少年妇人提出一个挑战：讲你若要爱做完全，你就爱去卖你所有的来互送养人。另外，这咱看到，对安尼咱看到什么？耶稣对伫当时的妇人的要求，就是去变卖伊所有的互送养人。对迄个对话中间咧看，耶稣看重迄当时的送养人的需要。上时嘛，对这个少年的妇人提出一个挑战，变卖你所有的。而且咱看到耶稣互伊的挑战是信心的工课，你变卖你所有的来真侪送养人，然后来对我。伊咧挑战伊对主耶稣的信心，你有够呀？我靠我无？你完全放下一切来跟对我无？还是你心所有意念有顾虑？第二，耶稣嘛知影，这个少年妇人伊心中所想的、所关键的，就是伊真爱钱。伊真爱钱，迄个爱钱拿命的人吼，你要叫伊把钱放掉，那就等于爱伊的命啦。所以了解，这是耶稣互这个少年妇人的挑战。就是耶稣讲，去着变卖你所有的来跟对主。真侪人看到这今仔有一个错误的误解，误解是讲我着爱做什么好行为来得到永远活，也意思要用功德论啊，像主祭啊，我着爱做什么普罗做救，做什么功德，我才能得到救。所以了解，唔是。耶稣唔是用这功德论来论讲这，耶稣嘛唔是讲你爱变卖所有的来对耶稣财产都卖掉的，卖掉的人嘛规拢来带教的嘛唔是啊。所以了解咱看到，耶稣主要要对这个少年妇人来讲的，主要是爱伊有信心，爱伊放掉伊心中的上要紧的代志。了解，咱看到，伫耶稣的眼中，爱照顾送养人，送养人受照顾是财主的责任。所以，咱看到这段圣经有关有财主妇人的责任，咱伫遮会看到。所以，耶稣呼吁，只有人通过公开的行为，才当互人跳脱出迄个贪婪的心，因为你看钱愈重，你就对人的心就愈无感觉。人若愈贪婪，伊掠啥物拢好，
看钱愈重，伊就哪？什么钱伊就趁。敢钱吼，较济无嫌少，啊，真正钱的路在。总是即个少年妇人，伊个另外一个问题，伊问耶稣讲：我通怎样做，他会得到永远活？即个少年人，伊生命上焦虑的、上烦恼的是啥物？就是伊的灵魂，未能让得到永远活。伊为着咧永远活这问题呢，真焦虑、真烦恼，所以伊走来问耶稣：我通怎样做？所以了这，咱看到主耶稣问咱：钱是上帝创造的，人爱赚少钱的主人，唔通互钱成做咱的主人。也意思讲，钱唔通成做你的主人，你做钱的奴隶啦。吼，收钱吼，收起钱，心袂快乐。你要有慷慨心。当你对人有慷慨心，你有分享的心，你有疼人的心，你有帮助人的心，你看这，你的心会愈开阔，愈开阔就愈快乐。我会记我以前国中的时阵是童军社，童军社其中一句话，我到今拢会记住。迄句话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人是快乐的本源啊，本源。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这个财主呢，伊甲顾着伊的丰收好收成的这农作物，伊要哪？要囤起来，用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伊敢顾伊家己的安乐的生活，伊无顾到边仔人的需要。另外一方面，迄当时农业社会资源真少，这妇人伊真侪产能，伊种植真侪农产品，伊有真侪好的收成。总是当伊甲这所有的社会资源拢积聚伫伊的手中的时阵，相对来讲，遐社会其他人的资源，因为资源拢互伊剥削，拢伫伊的手中，其他人的资源就愈来愈少。所以咱看到，伊甲顾着家己的需要，无顾着别人的需要，所以伊等于是伫真欠缺资源的社会环境安那，拢会想要霸占这财产，霸占这物件。这显露是啥物？这财主，这个妇人，伊真顾家己啊，伊囤家己的这财物，真顾家己，无顾别人。你当时来看，这是一个真无道德的社会行为。所以了解，咱若对约翰一书，你讲到怜悯人、照顾善良人，约翰一书第3章17节到18节，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来预备，请。人若有世间的财产，看见伊的兄弟欠缺，也无开伊的自心，上帝疼欠无点伫伊啊。细囝恁着相疼，毋通用话用指，是着用行用信息。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这个约翰一书第3章咧讲到，你若看到世间人的欠缺，看到你的兄弟的欠缺，你也无开自心，无开一个怜悯的心来疼伊，总是拢以嘴巴中讲：“哎哟，平安哦，主疼你哦，我嘛疼你哦。”嘴巴顶讲的。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伊咧甲咱讲，咱毋通伫嘴巴顶用字来讲，咱得用行，用现实来行。所以了解，以咱的信用价值中间，疼人毋是讲我关心你肠胃食无，我问你今日食有饱无，乃是看见伊的需要，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能力，用你的资源，成做人的帮衬。阿们。所以了解，家己隔壁来讲，咱着爱彼此相疼，预备来。真正咱着爱彼此相疼，总是疼，毋是用
嘴皮顶讲，用字讲，乃是用行。所以咱接下来看第18节，这妇人就讲：胆要怎样？佮讲我要安怎做？袂拆我的七疮，起较大的，就我的五角甲财物拢要吞伫遐。对这经文中间，咱看到哪？伊有好的修行，伊有好的修行，无所在人下。这妇人伊就安那讲啊，我拆我的七疮，起较大的，就我的五角甲我的财物安那拢吞伫遐。代表迄个财产、迄个农作物的修行都有所在人下啊。总是咱看到，代表伊即届修行比伫过去的几冬的修行更较济、更较好，数量嘛较济。总是诶，头我讲过，即个妇人伊无看到当时伊身边遐个送香的人的需要。伊看到讲，我财产遮济啦，要倒下啦，要保全啦。显露出这个妇人，伊的心是一个自私的心，这个人是贪心，要济更较济啊！哦，这就是人的罪性，钱够嫌济，无人嫌济，若有人嫌济，拢互我袂要紧啦吼。你会嫌钱伤济，拢互我较牺牲的，牧师较牺牲的，我户头拍伫遮吼，你会当自动汇入我的户头内底吼。另外这就是讲人吼，无人嫌钱济啊，嫌钱永远拢减一个零，对不对？就是另外人的本性，对你这个妇人来看，是一个自私甲贪心。这就是人的罪性。伫19世纪英国浸信会牧师叫做斯布真，伊伫上帝主权恩典这本册，伊讲到人的罪性哦。伊讲面对人的罪性，伊安尼讲，因为对了甲咱的罪，人的人性早就变这足卑劣对了甲败坏。若无圣神的帮助，咱无可能来到基督遮。所以对伫斯布真牧师，伊清楚讲了人的罪性。人的罪性，互人无法度亲近主，互人嘛无愿意亲近主，因为人的对了，人的卑劣，人的败坏，互人对主无较无心，对圣洁无追求的心。所以了解咱看到，这个斯布真牧师伊安那搁进一步传释人的罪啊。伊讲人的罪是这罪性，互人无法度来到基督的面前。伊讲吼，你敢看到羊仔爱食草啊？捌看过无？有吼，羊仔拢爱食草啊。不过你敢捌看过羊仔爱食迄个烂去生虫的肉？毋捌。好，来，迄个豺狼伊的本性，敢会亲像羊仔较绵顺、较温顺来食青草？无可能。为什么羊仔无可能会食迄个烂去生虫的肉？因为这甲伊本性无关，迄个颠倒病无可能啊，无可能违反伊的本性。豺狼无可能像绵仔、羊仔较温顺，因为这违反伊的本性。所以斯布真牧师伊讲的人的罪性，就是亲像安尼啊。人无可能违反伊的罪性来亲近主。所以若无圣神做工来光照，互人伫心内真实的反悔，人的罪性永远离主远远啦。人会亲近主，是因为圣神做工，互人治罪，互人知罪，直到人反悔，愿意悔改。所以了解，羊仔甲豺狼拢袂当违反伊的本性，同款。伫人的本性的罪性，人原本就有迄罪性
产生人的自私，产生人的贪婪。以圣经路加福音书12章19节到20节安尼讲，这个妇人，伊安尼讲，咱圣经咱来做来读，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济财物积聚，做济年的路用，通经营啉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你讲，戆人啊，打金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是你所避办的要归啊什么人？所以了解，伊讲了对我的灵魂，就是讲对财主这个妇人的生命中间心中的迄个欲望，甲伊所关心的事啊。人期待迄个产能丰收多搁较济，人毋望财产永远无咧减少，像牧师头讲的。迄个户头内底永远拢欠一个零，对不对？就是这个妇人，伊只有顾着家己的享受，却无顾着送养人的需要。这种妇人的这个生命行为是标准的自私的态度，因为伊甲顾着今生的享受，无顾着伊的灵魂的需要。亲像真侪现代人。伊拍拼趁钱无毋对，拍拼趁钱，钱愈积愈济，厝体愈起愈大间，车愈开愈好，无毋对。就是世间人，伊欠缺啥物？伊欠缺就是伫个灵魂中间的需要，灵魂需要上帝真活的食物，互人食了上帝话。良心的发现，互人食了上帝话中间，会行入上帝看作对佮直的路。所以另外这，伊迄个圣经中间，上帝对财主讲：愚妄的人，愚妄的人是啥物？是指遐对上帝无敬畏的人，亲像妇人一样，伊只有看到眼前的需要，却忽略掉伊伫上帝面前是怎样的恭敬。所以，这种人，伊看到眼前，无看到上帝，无看到伊的灵魂需要，无看到伊灵魂需要上帝真活食物。所以，伫伊生命内底，伊得到这个财产，伊当然袂去想着上帝啊，因为伊袂想着讲，这个财物是上帝赏赐，更加袂运用上帝真理的价值来成做真做送养人的帮衬，也意思讲，伊袂用伊所赚的这金钱财富，真做送养人帮衬。可见，这妇人伊敬拜上，伊敬拜伊家己啊，享受家己，食好、住好、做轻巧，敬拜伊家己。可伊敬拜上，敬拜伊眼前看会到、得会到的财物。所以人。用掠做讲吼，我靠这财物，我会当好好过我的信用啊，我的后世人。总是咧，圣经甲因讲啊，这妇人从国到尾啊，伊安那一无所有。特别为什么一无所有？因为你毋是讲趁足济啊？是啊，总是另外这，当伊趁足济，总是生命终局结束的一天，伊当去上帝遐，伊有炸啥无？伊啥物拢无做，伊无所有，伊去上帝遐，拢无为着伊灵魂未来伫上帝面前的高效，啥物拢无做。当然面对上帝，伊一无所有，伊对上帝无法度交代。所以了解咱看到，世间人偌济人伫这社会拍拼中间，伊毋捌上帝。伊甲超出今生的快乐，却无想着永生的需要。伊圣经另外一个经节，伫路加福音书第16章19节到20节，嘛讲着另外一个妇人。圣经爱讲，有一个妇人穿紫色甲幼地布的衣裳，逐日请花宴乐，
佫有一个乞食，名叫拉撒路，献身生疼。而且咱看到这个财主伊穿紫色的幼地布，紫色本身迄个色的衫是带咱生活对紫色的衫，迄当时是好野人的衫，迄当时好野人较会穿着紫色的衫，迄当时是君王的身份，较人穿着紫色的衫。哦，所以咱看生活对穿这上年生活对穿这紫色的衫，拢好，当时拢好野人啊吼。为什么紫色的衫比别种色的衫较贵？因为紫色的衫需要连线、粘布、粘几啊解，才能成做紫色的这个布，用迄布来做衫。再来幼地布，迄幼地布，咱若想象上好的、上幼的布是啥物？用丝仔的，对不对？丝仔的布，丝仔布足贵无？足贵吼！啊，你啊，对头到尾拢穿丝仔的衫，哦，人看哇，这好野人。这种是来看到，这个穿这么名贵、这么好看、这有身份价值的这个衫，伊出去，就人就知影，伊是啥？伊毋是普通人，伊是富人。就是了解咱看到，圣经讲啊，这人逐工车花宴乐，逐工呢，哦，毋是一个月一摆呢，逐工呢，代表这个富人，伊逐工挂了车花宴乐的生活，伊食的是山珍海味啊，啊，过来咧，伊出入哦，拢看排场啦，看所在啊，吼，所以这个富人。伊即世人，伊享受真享受的，就是甲这富人颠倒变的是啥物人？这个乞食，圣经讲这个路边乞食，名叫列撒路。圣经讲，佫有一个乞食，名叫列撒路，献身生疼，人下伊伫富人的大门口。对这中间，咱看到啥物？富人。逐工超花宴乐，吼，食鲍鱼、鱼翅、龙虾。啊，这个乞食列撒路，却伫富人的门口口，互人牵来遐。等这个富人食剩的饼油啊，若等互伊食，伊较有得到顿饱。所以你看到列撒路甲这富人是一个两极的对比。而且，咱会当想象，这富人逐工超花宴乐、山珍海味的食，迄摆场你看，绝对毋是简单的啊！哦，绝对是种高级的。你会当想象，你若逐工吼要出去吼，开车一定要有劳斯莱斯咧改载，吼，无劳斯莱斯的车，无欢喜坐，吼。啊，过来，吼，互你坐劳斯莱斯的车。要去的所在，敢是一般菜市啊？无啦，敢毋是一般面搭？无啦，拢去对圆山大饭店，吼啊！入去咯，头家来点上贵的，拢甲我请来啊，拢甲我客来啊，毋是啊，拢甲我客来，吼点上贵的。你知影迄排场哦，行路有风迄个感觉，总是这列撒路的，却会当捡财主啊倒顶。落落来，饼油啊来充饥，了解？迄当时你知影犹太人因咧食物件，毋是用刀啊，用叉子、用箸啊，因吼并毋是像咱现代讲吼，食牛排爱为一个筋啊吼，迄牛排接的滴着身躯、喷着身躯，无啦。迄当时的富人因食物件吼，食的因无手通切啊，因拢用啥物切？伊拢用面包，好野人有无？面包啊，切手切的，啊，就等因门口口，啊，迄个列撒路伫门口口，面包等来紧嘞，吼，接的，吼，接啊好，人落个涂骹，了解？你会想象，列撒路，伊就是爱面对安尼的模式来过活。路加福音书作者佮进一步讲了列撒路伊的病情，伊路加福音书10章22节，
狗也撞伊的生疼的位。另外这啥意思？人伫做乞食伫门口分迄个人落来物件食已经足可怜啊！伊啊，伊迄门口狗也撞伊生疼的所在，代表犹太人呢看这个人亲像狗，所以咱知影伊的处境亲像狗一般样痛苦，较无人同情伊啊。吼，你若看路边一个狗仔摆下摆，你敢会同情？可能真少人看流浪狗会偌同情。吼，第二，这生7寸的所在会流血，狗仔呢看了伊生7寸的所在流血，会甲撞迄血，代表哪？这个猎杀路会互狗仔折磨到死。形容这猎杀路伫当时的处境是互人气绝的，互人无要插的，连狗都会甲欺负啊！吼，所以咱看到。圣经路加福音书10章20节讲，所有人死，互天使赋予到亚伯拉罕的形情，妇人也死，煞埋葬。而且你看到列撒罗甲妇人拢死啊，拢过身啊。不过因过身了，因的结局甲伊生前甲颠倒变。圣经讲啊，天使赋予到亚伯拉罕的形情。天使是代表什么？天使代表上帝作为。迄当时列撒罗伊死了，互天使赋予亚伯拉罕的形情。喂，奇怪啊！咱若一般个袂熟，毋是讲人过身了，人等于上帝的祖家伫上帝形情安然徛起嘛？为什么伊讲？天使带伊到亚伯拉罕的形情呢，却不是上帝形情呢？为什么？了解？你爱定心的看，等于甲犹太人的观念。咱看到伫路加福音书第13章的记载，迄当时奉拯救的人，伫上帝国甲亚伯拉罕同齐啊。所以主要所讲这段记述的时阵，就是用这种概念。印象的概念来讲了，遐受拯救的人，拢要伫上帝国有福分，所以拯救的人拢伫上帝国甲亚伯拉罕同齐。所以当列撒罗伊过身的时啦，天使赋予到亚伯拉罕的形情，就是伊甲亚伯拉罕同齐伫上帝国内面享受上帝的福分。好，观念伫遮。就是咱看到，迄当时的妇人呢，伊虽然生前食好、住好、做功课，总是安尼，伊死后却伫阴间受苦。所以咱看到路加福音书的记载，犹太人因的观念对阴间的定义是：歹人死了，看落伫阴间受上帝处罚的地狱。所以因此咱知影，妇人甲列撒罗死了。因住的所在拢是无共款的，一个伫互天使赋予是上帝的国，伫亚伯拉罕的形情；一个咧却伫阴间，因的处境甲生前完全无共款。这个妇人伊死后却伫阴间受苦，就是列撒罗伫生前伊互气杀。就是死后，互上帝赋予去到上帝国，甲亚伯拉罕同齐道。了解？妇人甲列撒罗因所去的终极的所在无共款，地点无共款，因为这甲因在世、俗世甲属灵的态度有关联。为什么？咱知影？妇人伊看世间的车花宴乐最要紧，因的服侍、因的奉献，拢用社会做主体，所以终局面对你灵魂的得救，因心中充满了空虚甲痛苦。总是的，列撒罗虽然生前
是一个痛苦、互气杀，连狗都甲撞伊的生存的所在，就是的，伊时刻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从到最后，伊过身天使带伊到阿伯拉罕的行程，结果当然是安息得救。了解。《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你甲因讲到，咱面对灵魂的需要，咱怎样做？面对咱的性命，咱通怎样做？伊《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兄弟啊，我讲迄期肉体未承接上帝国，会朽烂的未承接，会承接未会朽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圣经内底，保罗先生伊批示讲兄弟啊，我讲迄期肉体未承接上帝国，会朽烂的未承接会未朽烂，会朽烂的未承接会朽烂。所以了解这个讲，咱信徒的生活伫世间，咱唔通只做仆人共款，做身体奴才。咱颠倒不应该善用上帝，互咱的身躯，互咱的能力，做上帝尽忠的管家。伫意思讲，咱搁有能力的时阵，咱来做上帝尽忠的管家，做上帝看做好的事，去听人行公义，去传福音，敬虔听主，做忠实的管家。所以咱看到这妇人，伊最后入伫永远未灭的地狱内底，承接迄个未火去的火候的烧。这个妇人伊生前，伊并无为着家己的放纵私欲来毁改性命，伊只有过着伊享受的生活，却无看到伊眼前迄可怜做乞食的粒索路。伊对这个粒索路一点仔心内都无怜悯的心。伊只有一个自私的心，所以这个自私的心，就是大大违背着上帝对人怜悯疼惜的心，违反了上帝教示。上帝爱咱人去怜悯人，去疼人，像这个财主、这个妇人，伊做的只有自私。所以了解，这个讲讲，这个妇人，伊需要。伊袂当靠说伊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就得救。所以伊当伊受苦的时阵，求上帝怜悯时，这掠做义的妇人，伊需要较明白，其实伊嘛需要上帝怜悯。所以另外这，咱就知影，上帝无爱人自私自利，上帝无爱人看伫兄弟的需要，却一点啊无怜悯。上帝爱人有一个怜悯疼人的心，所以了解这两个妇人因犯什么罪，直到上帝要甲因处罚。若讲具体来看，这两个妇人伊无拜偶像，伊也无讲白贼，伊也无惊奸人，伊也无害死人，伊只不过用伊的能力去趁钱积住伊的积仓，伊的五角。伊只不过要把伊积仓愈起愈大。这个妇人，第二个妇人伊安那？伊只不过超发烟落，伊拢无做甚歹事啊。就是为什么上帝看因做有罪？了解，就是自私啊，就是自私。所以咱看到第一个财主，伊虽然无对迄个送养的人无见死不救，就是伊是用家己做中心。我的五角愈收愈济，我的积仓愈起愈大间。伊看到我用我做中心。第二个妇人是安那？只有顾着家己的享受，无顾着别人的生活。连伫因兜门口迄个垃圾路，伊就一点仔无怜悯。咱会当讲，伊一点仔无怜悯的心，极度的自私啊！所以咱对这两个人妇人看到什么？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自私，第二用自我做中心，这两项罪，这两项罪拢是甲人的罪性有关联。所以保罗先生伫写配合腓立比教会，伊讲安怎呢？咱做伙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咱做伙来念预备来。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得顾别人的事。咱搁做一解，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得顾别人的事。所以了解，咱活伫这个世间，咱毋通顾咱家己的事，咱嘛要顾别人的事。用信用来看，咱毋通讲啊，哇！又像教会这礼拜啊，礼拜堂起啊大间，恁去放啊冷啊，爽快。啊，外面有信主无？有得救无？甲我无关系啦。咱的眼前的性命，若只有咱家己，咱就亲像属灵信用的自私，咱无顾到人的需要，咱无顾到人灵魂的需要，只有顾到家己的需要。所以，不管啊，印度德勒莎修女，伊捌讲过一句话，伊捌讲：我无愿意坐伫高墙内底祈祷，忽略着外面受难的百姓。所以，另外这你知影印度吼，加尔各答这个所在的修道院，但修道院外面有真侪难民，食袂饱，穿袂少。德勒莎修女伊讲啊，我无愿意伫高墙内面为着这贵族的囡仔来教册，所以德勒莎修女伊骨力甲甲主教讲，互我实在行出去这个修道院的外面，为着这社会人实际服务。所以了解面对人的软正、人的罪性，咱要怎克服？咱必须要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你要时常甲上帝亲密的关系，要常常读圣经，要常常祈祷。了解，伫我家己小组，我逐工几乎啦吼，我着逐工教一段经文，可能阮即组小组的群组内底要创啊，爱阮的小组逐工啊呐，你开手机啊，看到我留言互你，就是拍开就是啦，圣经的经文，你逐工在读圣经，我经文拢拍起顶悬，互因家己看，吼，甚至一寡感想心得，我嘛写互因听，吼，写因看，为什么爱因有好的结论？所以你要逐工读圣经，逐工伊迄中间祈祷的生活，你要默想上帝话，爱上帝话成做你灵魂生活的食物。所以了解，美国马恩峰教会牧师啊，法利克，伊讲吼，人有5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灵命，第二种关系是第一种是灵命，第二种是关系，第三种是使命，第四种是文化。讲你若无好的灵命，你甲上帝关系歹，你甲上帝关系歹，你就无对上帝领事疼人疼灵魂的心。当你无迄使命感，你的教会拢形成这个文化，拢无疼人的心，拢无迄使命感。迄教会无疼人的心，无迄传福音的文化，就成做恁的文化。所以了解，当咱的灵性甲上帝关系疏远的时，咱就失去天国的文化的价值。亲像猎杀咯，像这个妇人同款。伊的生命只有看家己的享受，只有看到家己的资财不断的增加，却无看见社会软正人需要。所以你看到，伊圣经内底路加福音书12章咧讲到啊，我要安怎做，要拆我的7层起较大的，就是我的五角甲财物拢要下伫遐。另外这对这经察中间你看到啥？我的财产较济，我要安怎做？我就要拆我的7层。安尼哪会？我的7层底无够，爱起较大的，我的。所以你看到，这是标准的用自我做中心，用家己的财物成做瓦壳，用家己的快乐做拍算的人。所以了解，上帝经历我，成做上帝经历。所以当咱属灵信用若无成熟，咱眼界看到只有天然的你我，天然人尔，等于生成的价值观啦，生成的价值观，因为你的属灵信用观念真幼稚啊。为什么？因为你唔捌，
了解。前几天我去幼稚园接阮上温，我甲老师讲，老师啊，阮上温吼来幼稚园吼，我甲观察吼，阮上温敢若无啥要甲人耍，无啥要甲人耍，啊拢耍家己的，啊无啥甲耍。阮上温敢会自闭症啊？老师甲我讲，牧师啊，你免烦恼啊，恁囝安尼是正常的。哈，阮囝袂甲人耍，拢耍家己的，安尼叫正常哦。我老师讲，嘿啊，安怎讲？伊讲2、3岁到6岁囡仔吼，伊拢相当用自我做中心，伊分袂清楚要家己甲别人之间的关系起做。这互我想着啥物？这互我想着信用，属灵信用。咱的属灵信用若愈无成熟，咱的眼界、咱的思想，就哪会想着家己？咱的思想，咱袂想着天父上帝的价值。咱毋知影天父上帝爱啥，咱更加无法度去满足天父上帝所欢喜的事，所以咱自然就无天国文化的价值。另者，虽然咱信主，就是咱信主了，咱的性命若无通过你读圣经，若无通过你的祈祷，若无通过你敬虔的信仰的追求，弟兄姊妹，信主久久，依然带着俗世价值观、自私、自我做中心，过一世人。安尼是真可笑，了解？通过这个2个仆人性命的见证、性命的启示，要甲恁讲啥？耶稣基督世界救赎，毋那是身份改变，毋那讲哦，你真做基督徒，我真做基督徒，安尼尔，毋是只个身份改变尔，咱是爱你的性命啦改变，咱是爱你的价值观改变，咱是爱你的思想改变。因为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爱改变，才做有天国文化，就是属灵信用，互你有对人有怜悯的心。所以了解，当咱咧做幸福小组，我定来思考一项代志：做幸福小组传福音是为着这个洗礼数字好看，还是为着人的性命甲家庭的改变？是为着人性命的改变，毋是为着数字。求主帮助咱。互咱的心中摕掉迄个自私甲自我做中心，互咱拍开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思想伫咱心中。咱三甲阿头祈祷，是阮听的上帝救赎阮的主。主，阮看见即个2个仆人因的性命，第一，因只看到家己的钱财积蓄；第二，伊看到家己的物质的享受，却无看到边仔颂扬人的需要。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无亲像这2个仆人共款，只有看到家己，只有自私自利，只有看到用家己做中心的信用。互阮会当拍开阮的眼界，互阮通过圣经、通过真理、通过上帝你的话，互阮领受上帝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互阮的生命对头到尾，拢有天国文化的价值。互阮行出对人的怜悯、对人的疼惜，天属天的价值。互阮所行出来是主你所欢喜。愿主你使阮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这时，咱要请这书来收奉献。
圣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伫你有丰盛的祝福，互阮福杯满溢。主啊，若毋是你的保守甲看顾，阮就无有现在的平安甲快乐。当阮欢喜按家己的心意来奉献，当阮献上淡薄的金银，要真侪教会路用，愿主欢喜。阮所献的，为伫真侪芳芳的祭，主当阮专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祝福切恳。祝祷咱请红牧师。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道散会。拢无唱，哦，好惊人。